罗宾先来啦。该死的人类，为什么要吃我哥哥的大腿？下流的人类，好认真哦。为什么要吃我女儿的屁股？不要吃我家人的肉。他还想继续吃饲料，不要吃我家人的心。他还想继续呼吸，把我美美的脚吐出来。 相信有那么一天，有一天我们会反扑，不是人类吃鸡，有一天鸡也会吃人。我拍 MV 啊！即便我的嘴巴很小，慢慢吃。 可以吃完。